你好，日本嘅出生人口持續下跌。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，2024年新生嘅嬰兒跌破70萬，按年減少6%，情況令人憂慮。日本嘅生育率下降至1.15，導致人口喺年度下降已經達到18年啦。作為投資者，我除咗理解企業嘅財務表現，亦會分析國家嘅宏觀經濟，而人口肯定係一個關鍵嘅研究課題。日本、中國、美國、歐洲嘅經濟強國同時遇到人口老化嘅問題，個分別只係問題嚴重程度。美國係當中最能應付，包括美國提供一個較包容同埋自由嘅環境，吸引咗全球頂尖嘅人才同埋勞動力，因而舒緩咗問題。可惜美國選咗一個總統，似乎喺度破壞緊長久以來嘅核心競爭優勢。香港嘅生育率之低已經成為國際嘅前列。人口老化係一個地方嘅平均歲數持續下跌，一出街就見到大比例嘅老人家，自然令我哋聯想到勞動力不足同埋一個地方嘅債務上升嘅宏觀結果。呢個對資產同埋消費市場都會構成嚴重嘅威脅。要化解問題，必定要有外力去輸入優質嘅人口，仲有提升一地嘅吸引力，吸引其他國家遷移居住或者喺呢度工作。